1929昭和4年，地家祖先才将草厝起成目前红砖的传统三合一一直到今。目前伫地家宗亲的下列经营，对来成为台江本土教育的开放教室。为到中秋，嘛邀请侪好朋友做回来过节同乐。今年经兰陵可贵的是，由郑新站朴树、传领孙仔、郑中生老师等家族主题，要来设立13殿文化工作室。14号，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嘛专程来见证，听出因继续亲近社区的营造。社区的博物馆，那我们要传承我们祖先来这边垦拓的精神嘛哦，那我们带学生来走踏我们的文化路径，现场，回归到那个历史的现场，来做研究，来做探讨。会中副市长嘛甲阿兰区长、原田里长等贵宾体验将黄金花甲几啊树的叶剁碎捏伫布顶，希望日后伫地家古厝入口会当看见这款的艺术设计。当然，当头戏就是要请专工对台东回乡的90个岁郑瑞姑婆等家族代表，以及校长王志雄等人，做伙为13殿文化工作室揭牌。100年的这个古厝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乘做咱13殿的文化工作站，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不管是咱地王爷，还是讲咱地家的祖先来甲咱庇佑，互咱伫这个所在安居乐业，甚至可以更多的发展，互咱的子孙拢会记得咱过去安怎行过来，未来要安怎行去。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结合公部门力量，持续推展台江社区博物馆营造。即摆透过13殿文化工作室的成立，来要互咱思考如何发展拥有历史文化甲生态台江新家园。伊主要目标就是讲，会当甲咱地家100年的古厝就是伫咱台江社区博物馆运动当中上重的13殿的这个地景这个历史现场，会当透过社区博物馆的营造保存落来。特别是会当甲咱台江文化，互咱的国中、高中、国小有地形的学员，会当来用这个社区博物馆加入咱台江的历史现场。会当伫咱台江都会化的过程当中，认识到咱祖先伫台江地相伴伴奋斗的精神。会中地家主题做伙向地王爷大德公上香，共同为13殿文化工作室3代要下力永续经营地家100年的古厝来祈求，嘛共同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，持续亲近13殿社区博物馆的营造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